其實我好記得嗰晚嘅，我同事叫我開電視睇7點嘅 Main News。日本傳媒報道，本港歌手關楚耀同埋衛詩涉嫌喺東京藏有大被捕，一旦罪名成立，最高刑罰係監禁5年。Hi， 我係衛詩，我個英文名係 Jill。衛詩比家姐遲幾分鐘出世，孖生姊妹一齊嚟到呢個世界，但係幸福冇維持太耐。我細個嘅時候呢，其實媽咪爹哋好快已經離咗婚啦，佢哋成日都要分開，唔會一個家庭一齊咁開心。10歲嗰陣，衛蘭被安排返去父親身邊，先至知道原來自己有個孖生妹妹。第一次見翻妹妹嘅情景，衛蘭仲好記得。嗰陣時瞓覺噶，跟住佢入嚟間房叫我起身，佢問我你食唔食曲奇餅啊？第一次見面，但係我已經知道佢有孖生妹咯。係因為我哋係孖生，係有嗰個生命相同。幾經輾轉，直到媽咪翻咗去韓國之後，衛蘭先至安定落嚟，同父親、妹妹一齊生活。佢哋飛翻嚟同我一齊住咯，同翻我妹同埋爹哋一齊住係開心嘅。爸爸經常外出工作，形成兩姊妹相依為命。我同我妹就喺屋企，即係會煮飯啊，燙自己啲校服，基本上係去照顧自己咯，係一齊瞓啊，一齊玩啊，一齊翻學啊。我哋基本上係分開唔到。出道成名之後，佢甚至會用自己嘅名氣扶持衛詩一把，幫佢簽入 A Music。佢就同班啲人講話，有人 offer 咗我個妹簽一個唱片合約，跟住佢哋話不如簽埋佢咯。作為家姐，衛蘭最唔放心嘅就係呢個妹妹。當被問到有咩心底說話想同妹妹講， You're a superstar in my eyes.